加为了解我们软弱却不轻看我们的神，你是那位圣洁的主。求主亲自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在混乱、充满诱惑的时代，我们能更多的定睛向你，更多的来学习你的样式，更深的成为你喜悦的人。孩子这样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让我们一起对主来讲：主啊，感谢你。世界的属我们敬拜。
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的拯救。我们的不足，我们的渺小，我们的软弱，你从不轻看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着奇妙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有着一颗更渴慕你的心，更深向你的心，做你喜悦的儿女。孩子这样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名。